Thank you. Are you okay? Hello. Thank you. 紅米，我次次關注紅米。紅米，我買過一次紅米。奇怪，個個也稱我窮係。唔貴試過，其實唔曳。騰低這次已慘變流偽。澎湃次次有不太失禮。仍有那性價比算權威，畢竟曾經價格最佳小米，連同奕迅3000幾蚊音質斷得尊貴，說有4個鏡拍照宏偉。iPhone、Samsung 通通都不巴閉，即使叫世界級，為何電量實在廢？高端自己造就這個弱勢，要怎麼蛻變？看看路軌，越賣要越貴，變做 iPhone 的取替。如要升價要去前世，是我缺默契，確實算慚愧。想着1000元機極抵，怎料這麼貴？明白雷軍都已變做個車廠老細，可惜我沒有辦法儲齊這用費，像昔日般可做科技迷，懷念昨天的付得起發燒的智慧。同等的性能下，一定是价钱最厚道的。在同样的价钱，一定是实力最强悍的。你花更少的钱买更好的东西，为什么不想呢？做一款全球最好的手机，只卖1半的价钱，让每个人都能买得起。优秀的公司赚取利润，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。